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台湾歌谣伫咧黑暗的时代，替台湾人的心灵拍开五彩色的门窗，对这中间会当听出台湾人的人生观。国情今日招你同齐来听宝岛歌王叶启田主唱，名作词家卢金秀创作歌词《人生》这条歌，歌词真正感动咱的心肝。人生怨叹无路用，啥人无家庭，境遇好歹想同情，自己爱分明。我可比走马灯，转无停啊，转无停。凡事的意志爱坚定，才袂互人来批评，过着才公平。歌词内底咧讲境遇好甲歹，啥人同情，自己爱分明。作词的卢金秀老师，伊毋是咧批评讲社会现实也是无现实，总是我相信理解的人，咱若困难，咱就袂去劳烦朋友弟兄。尤其这条歌人生，正是宝岛歌王叶启田。伊的人生上界坎坷的时阵，伊伫咧台南元宝歌厅做小，你啊甲讲有产生事端，尾啊还官府，代志还未断落，还未决定的中间，叶启田同款来出唱片，同款来负担家庭的经济，伫迄种真艰难的心境内底，伊唱出一条人生，要来表露讲人生凡事的意志爱坚定，才袂互人来批评。过来。因为这条歌中站的歌词三拍拢同款，国情要招你做伙继续体会。第二拍甲第三拍开头的歌词，我会接做伙讲。讲有时星光月也明，有啥通好行？认真拍拼唔通停，创造就坚定。过来第三拍起头的歌词讲，永远心头放好清，唔通骹手冷，一步一步向进前，日出。见光明，我可比走马灯，转无停啊，转无停。凡事着意志爱坚定，才袂互人来批评，过着才公平。确实有影，亲像歌词来讲，内底表示讲有时星光月也明，总是无迄个永远坎坷的，只有是鼓励讲永远心头爱放好清。有啥通好赢呢？人生一定爱将志，一定爱骨力。写这条歌的卢金秀老师，伊艺名叫做闽龙，家己唱歌原来唱甲真迄度。咱拢知影，布袋戏的也要好，也要爽，就是最美丽，迄就是正卢闽龙主唱。我捌亲身听卢闽龙老师讲，这条人生本地日本歌叫做《夫妇春秋》，咧唱翁某中间的感情，讲过去家庭艰难你无计较，等甲咱搭着机会，唔知牵手，你敢嘛搁会记得迄当时？歌词内底一句 “Oh my”， 就是迄当时，就是接伫咧过着才公平，后壁搁一句 “Oh my”。我问卢金秀老师讲：“老师啊，这条你竟然作词无写呢？”伊讲哦，这句唔免加写啦，日本曲的原词我先甲念掉，你甲看卢金秀老师的灵感，看偌好就好。